5800蚊租到全新裝修，有窗有廁有熱水爐，剩翻幾間咋 ？Hello， 我係 Eric 啊，今日帶大家開箱葵涌華星工業大廈，一嚟到就見到走廊勁乾淨，而且裝修好有格調，仲有24小時 CCTV， 邊有得輸啊？即刻睇第一個房型，一入嚟就感覺到樓底好高，完全冇壓迫感，一早裝好咗分體冷氣機，最加分係有獨立洗手間、熱水爐同埋抽氣扇全部有齊，窗邊仲有特別整咗個小窗台，放下植物裝飾，成個 5勁挑啊！再睇第二個房型啊，呢個 layout 咧就比較長身，同樣裝好咗冷氣、獨立洗手間連熱水爐亦係必有嘅配置，實用度爆燈啊！最後呢一個房型雖然冇窗，但勝在四四方方超好擺位，冷氣機一定幫你裝好，而專屬嘅獨立洗手間就喺外邊，熱水爐一樣必須有，配套極度有料到。呢度建築面積由290尺去到512尺，最貴都只係5800蚊啫，係咪超吸引先？想擁有自己嘅 studio 就快啲聯絡我睇場啦，拜拜。